我嗰日着住呢件衫喺巴士度拍片啦，跟住咧我吹脹呢件衫嘅時候咧，側邊有幾個乘客就望住我，咦，好過癮喎呢件嘢，係啊，今日呢個牌子咧，我係從來未開箱過，亦都冇介紹過嘅，係 K-Swiss。講起 K-Swiss， 大家第一個印象諗起啲咩咧？白色鞋、網球，定係好 classic、好乾淨嘅美式運動風咧？但係了解多啲之後咧，你會發現呢個牌子其實都幾有意思喎。而最近咧，佢推出咗一個產品，我覺得非常之有趣，而家介紹俾大家。如果想支持下我，介紹更多鞋款衫褲褲俾大家，可以加入會員支持下。我哋陸續揾緊合作單位，提供會員專屬折扣，仲會不定期送鞋送衫添。Y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自拍豪啊，又嚟講鞋又說穿，冇錯。今次咧我講呢個牌子一直都冇講過，一次過講佢有兩樣嘢。首先咧呢個牌子叫 K-Swiss， 講下少少 K-Swiss 嘅呢個牌子嘅歷史先。K-Swiss 咧其實係1966年已經成立噶啦，其實咧係由兩位嚟自瑞士叫 Brunner 嘅兄弟喺美國加州成立呢一個牌子嘅。因為佢哋兩個嚟自瑞士啦，但係去咗吸收咗啲美國嘅文化啦，所以你會發現 K-Swiss 咧有一種瑞士嗰種簡約嘅設計味道，但係咧又融入咗一啲少少lifestyle 啲美式少少嘅一啲風格。一開始呢兩兄弟其實已經係好專注想做一對好正嘅網球鞋噶啦，所以喺1966年就推出咗 Classic 66。呢對鞋有幾經典呢？曾幾何時咧喺香港都非常之流行，好多歌手啊明星咧都着呢一款鞋嘅，因為咧佢咧非常之簡潔，就咁樣呢個好 classic 嘅五間係啦，5個白色間嘅一個設計啦。呢一對咧係第一對全真皮嘅網球鞋啊。之後咧去到1968年，更加去到溫布頓都有球手着 K-Swiss 嘅呢一對 Classic 66啊。所以你話呢對鞋咧其實係非常之 classic。當然啦，除咗涉及去到呢一個運動領域之外咧 ，K-Swiss 其實咧都將呢一個運動慢慢融入去日常嘅生活入邊。無論去到日常穿搭啊，或者潮流啦，你都會見到 K-Swiss 嘅蹤影嘅。當時呢對網球鞋咧，除咗啲人着去打波之外咧，亦都有日常穿搭着用嘅。呢種文化咧，亦都係延伸到去今日啊，影響到而家 K-Swiss 推出一啲新產品，都係有住同樣嘅概念啊。今日我就係想講由呢一款經典嘅網球鞋延伸去到今日 K-Swiss 推出一款都係由運動結合 lifestyle 嘅新產品。嘟嘟，就係呢件 K-Swiss 嘅 Crip Jacket。呢件 K-Swiss 嘅 Crip Jacket 咧係我近來見過最有趣嘅一件衫啊！係啦，佢咧除咗係實用之外咧，佢係結合咗一啲科技入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頭先講過佢將對鞋都係由運動帶入去 lifestyle 啦。呢一件衫咧係更加另一個層次嚟嘅，係將運動員需要去恢復啊 recovery 呢個概念融入去日常生活嘅衣着上邊，而且咧仲係有一個獨家嘅新嘅高科技啊！我覺得係幾有趣嘅，慢慢講下佢咩料先。嗱，其實呢件嘢咧望落去一件比較簡約設計嘅一件 zip up 嘅 jacket 啦，但係其實咧佢隱藏住一個頸枕喺頂帽入邊嘅。不如我着上身先，唔好講咁多。係啦，就咁拎住咧好難講啊。喂，嗱，呢啲咁樣嘅 jacket 咧設計簡單啦，所以都非常之好配襯。我今日着恤衫打呔啊，再褸翻一件咁樣嘅 zip jacket 咧，其實咧就會有少少學生 look 咁樣樣。係啦，好，咁啊講下呢件嘢啦。好啦，其實咧 K-Swiss 設計呢一件 Crip Jacket 係咩用意咧？佢本身咧就係想咧，譬如好似一啲專業運動員咁樣咧，一年52個禮拜，其實咧日日都去運動噶啦。除咗運動之外咧，佢哋咧都要周圍飛啊，去比賽啊，成咁樣。所以咧，佢哋除咗喺運動場上邊咧要照顧到佢哋之外咧，喺日常，譬如佢哋搭飛機搭車咧，都需要休息，亦都要時間去恢復嘅。
所以咧就想設計一件衫咧，佢哋可以搭車啊、搭飛機啊，要休息嘅時候咧都非常之方便啊，亦都令到佢哋休息嘅時候咧就更加舒服啊。咁你會話啦，我又唔係專業運動員，關我咩事咧？嗱，呢件嘢咧，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我哋呢啲平時咧都要搭車返工啊，或者你去旅行嘅時候咧都可以用到嘅。你平時搭車返工咧，咪話好驚啊？嗰個頸枕咧其實枕得唔係好舒服嘅，尤其是巴士嗰啲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你有一個頸枕可以咧，你搭長途車啊，唔好話長途啊，你半粒鐘都正啊。即係咧，你條頸咧有一個頸枕可以箍住咧，就非常好啦。呢件衫咧最正嘅地方，佢係隱藏住一個吹氣頸枕啊！我吹脹佢睇下先。冇錯，幾秒鐘咧就可以吹脹呢個頸枕噶啦。係啦，就係咁嘅樣啦。嗱，咁你瞓覺嘅時候咪好正咯。嗱，可以咁樣箍住條頸，係啦，咁啊都幾舒服嘅。呢個嘢咧幾貼住條頸嘅。咁你平時如果搭車返工咧，真係如果想瞓下覺咧，有個咁嘅嘢咧都唔係話唔正，係啦，搭巴士又得，地鐵又得。就算啊，你返到公司啊，晏晝食完飯咧，想偷下懶咧，其實吹脹呢嚿嘢，係啊，咁瞌一陣咧，老細都吹你唔脹啊嘛。咁啊，其實都幾好喎。咁譬如如果你去旅行嘅話咧，搭飛機都會瞓覺噶嘛。咁有啲人會帶個頸枕上去啦。咁如果你另外要帶嚿嘢都幾麻煩，有牙位，個篋又未必擺得落喎。所以咧，你着呢件 Crib Jacket 上機咧，又可以保暖，又可以咧有一個頸枕，隨時咧你想瞓覺嘅時候咧都非常之舒服啊！呢件衫咧唔係淨係一個 gimmick 咁簡單啊，因為咧其實佢仲用咗 CVSM 智能服裝科技系統啊！呢樣嘢係咩嚟咧？其實咧就係用咗 AirTag 嘅技術，隱藏咗咧一個吹氣頸枕喺呢一件衫入邊。而重點咧就係呢一件衫咧，呢個頸枕咧，其實用隱藏式啦，就收埋咗喺件衫入邊啊。基本上咧，你唔吹脹佢啦，又睇唔到呢度啦。而呢一條喉管咧，其實你都睇唔到嘅，佢收埋咗呢個拉鏈袋入邊啊。而呢個吹氣口咧，亦都唔簡單，佢用咗呢一個天然乳膠啦，就算你摺埋佢啊，係啦，拎去洗啊，其實都冇問題，佢唔會爛嘅。而呢個吹氣口咧，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一個好精密嘅設計啊！嗱，你咁樣擰開咗咧，可以吹啦，即刻擰翻埋佢，跟住咧你就會見到咧佢 lock 死咗噶啦。咁呢個嘢咧係啊，點撳咧佢都唔會漏氣噶啦。咁你變咗咧，你搭飛機嘅時候咧就唔會搭下咧佢又扁咗啊，定係唔知咩成咁樣啦。咁呢個嘢咧係非常之好嘅設計。另外呢個嘴咧就可以拆出嚟洗嘅，冇錯。平時咧都用好多呢類型咁嘅吹氣頸枕，都試過好多唔同款。跟住咧，你會發現嗰啲頸枕最大嘅問題就係咧，佢唔係好貼你條頸嘅。呢一款咧，唔知係咪因為喺標煙喺件衫入邊啊，所以咧你會覺得咧好似好 3D 咁樣咧包住條頸嘅四周。咁啊，除咗後邊之外咧，左右咧其實都幾舒服。咁啊，呢個承托力咧都幾唔錯，係啦，真係正嘅喎。我覺得最正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將一個高科技嘅頸枕啊，能夠融入喺一件咧日常可以隨意配搭嘅一件外套入邊啊。一件衫咧有兩個用法，咁你日常啊、返工啊、出街啊、睇下戲啊，就算去旅行咧都非常之方便。最緊要係唔使帶多個頸枕啊嘛。同埋咧，就算你唔吹脹呢個頸枕都好啦，佢都係一件咧設計幾簡約啊、幾靚仔嘅一個外套啊。咁你攞嚟平時穿搭咧，其實都非常之好啊。呢件 K-Swiss Crib Jacket 係咪好過癮呢？今次又有限時折扣俾大家，由4月24號至5月10號，只要去 K-Swiss 門市或者 Online Store 用畫面上嘅優惠碼，就即時有8折。影片資訊欄都有詳細資料。好，試下呢一件 K-Swiss Crib Jacket 上身係點樣嘅先。嗱，基本上咧呢啲咁啊設計比較簡約啲嘅 design 啦，其實配好多嘢都 OK 嘅。咁啊，當然你玩翻一啲運動衫啊，係絕對可以啦。平時出街咧襯翻一啲 streetwear 咧，其實都冇問題嘅。今次咧就專登咧就着一件 polo 恤，打翻一條呔，
係啦，個感覺咧就比較翻工少少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好多人翻工係要着恤衫打呔、着西褲嗰啲嘅。咁呢個係 mix 咗少少 smart casual 咁樣啦。咁啊示範咗打呔係咁樣噶啦，加翻一件咧 zip up 嘅 hoodie 咧，其實係冇問題嘅。咁今次呢個造型咧就可以參考翻係咁樣嘅。咁平時咧你可以襯下牛仔褲都 OK。係啦，咁啊拉到去一半呢個位置就非常之好睇噶啦。咁你可以露翻條呔出嚟啦。咁如果你真係要搭車嘅時候，吹翻脹佢，拉翻條拉鏈，咁就 OK 噶啦。平時咧着 hoodie 咧，咪好驚嗰頂帽好撇嘅。咁咧呢頂帽得意嘅地方就係，你只要咧將個頸枕唔使吹到最脹嘅，吹到一半，好似而家咁樣少少脹脹地，咁你戴起嚟嘅時候咧個帽型就非常之好睇啦，係嘛 ？Very good。呢件衫咧，我覺得有趣嘅地方就係咧，我嗰日着住呢件衫喺巴士度拍片啦，跟住咧我吹脹呢件衫嘅時候咧，側邊有幾個乘客就望住我，咦，好過癮喎呢件嘢，係啊，跟住咧我就話俾佢聽係咩料啦，好得意喎，佢哋即係真正翻工嘅人咧，你就會覺得，咦，咁正嘅，即係有個頸枕喎，我放工嘅時候已經攰到癲咗㗎啦。跟住如果咧可以咁樣挨咧，都真係幾舒服嘅。係啊，冇錯。所以咧，我真係推介呢件嘢，即係佢唔係純粹一個gimmick一個設計咁簡單，佢係真係好實用。我覺得大家如果真係平時咧翻工見攰，想即係搭車嘅時候可以休息下嘅話咧，絕對可以考慮呢件衫。佢係非常之實用，同埋咧佢配襯咧都唔難嘅。就算咁嘅恤衫打呔咧，咁你加件咁嘅外套都非常好。同埋咧佢有好多隻色嘅，亦都有男女裝，大家可以留意下啦。我今次咧就揀咗呢一個天藍色，我覺得非常之靚嘅，係啦，我覺得好舒服啊！呢隻色見到都好舒服，好想瞓覺。好，如果中意呢類型嘅開箱片嘅話咧，就記得加入埋會員支持下啦。嚟緊咧陸續有好多合作單位同我哋合作，提供會員折扣俾大家。記得 CLS comment 同埋 share， 咁咪隔離個小鈴鐺啊！如果我有新嘅開箱片、說書片，你就第一時間知道啦。記得話埋俾呢個 friend 聽，今日自拍號係講呢一件 K-Swiss， 呢個係60週年啦，係啦，嘅一件好有趣嘅 jacket， 叫 Crip Jacket 啦，內藏一個好舒服嘅頸枕。好，係咁先，下次見啊，拜。